大家好，我係 Nikki。我哋成日覺得世界就係我哋見到摸到嘅呢啲實實在在嘅嘢，但係由古老嘅東方智慧到最前沿嘅量子物理學，都提示我哋萬事萬物嘅背後都有一個更深層嘅信息層面。試想像一下，你係一粒種子，你嘅 DNA 裏面就蘊藏咗你將來會成為一棵蘋果樹定係玫瑰花嘅信息。呢個信息決定咗你生長嘅方向。我哋嘅人生會唔會都有一啲類似嘅信息藍圖？我哋嘅健康狀態、情緒模式，甚至際遇，會唔會都同呢個更深層嘅信息場有關？Time Waveform Home分析版嘅基礎係建基於信息場理論。我哋每一個人、每一樣物件都連接住一個非物質嘅信息場。我哋嘅和諧、健康對應住場裡面嘅和諧信息，而混亂、不適反映場內嘅信息失調。呢個信息場嘅概念同前台灣國立大學校長李志岑教授所提出嘅虛數時空理論具有高度嘅相通之處。李志岑教授認為喺實數時空之外，仲存在住一個由虛數構成嘅時空維度，其中蘊藏住影響物質世界嘅信息同埋潛在結構。我認為信息場本質上正係咁樣嘅虛數時空，一個承載一切生命同埋物質深層信息結構嘅非物質場域。正因為咁樣，調和信息場就相當於虛數時空中重整信息，從而對現實產生和諧同埋平衡嘅影響。咁呢部 Time Waveform Home 其實係做咩嘅呢？你可以想象一下，呢部機就好似一個好敏感嘅信息探測員同埋調音師。首先佢會用一種柔和嘅方式同你嘅信息場進行對話，去探測同分析當下有冇一啲失衡、唔協調嘅信息模式。呢啲可能係積累落嚟嘅壓力，某個舊有嘅情緒創傷，或者係阻住我哋發揮潛能嘅固有想法、信念。跟住最重要嘅一步，部機會根據分析嘅結果，發送一啲有針對性、和諧嘅信息頻率去到使用者嘅信息場。呢個過程就好似幫一幅亂咗嘅樂譜重新調音，或者幫一個打咗結嘅能量網絡輕輕鬆綁。目標唔係強行改變，而係喺信息根源嘅層面提供一個趨向和諧嘅建議同埋可能性。咁樣做到底可以為我哋實質帶嚟啲咩嘅好處？改變信息場唔係變魔法，話聽日就中六合彩。佢嘅作用更多係一種疏導同埋活化。喺身心方面，有好多人分享話調完頻之後感覺成個人鬆咗，一啲莫名其妙嘅疲勞繃緊減輕，瞓覺踏實咗，情緒冇咁容易大上大落。當信息層面嘅干擾減少，身體嘅治癒本能同埋內心嘅平靜就有更多嘅空間顯示出嚟。喺生活層面方面，你會發現自己嘅洞察力同埋直覺會清晰咗，一啲諗極都唔通嘅問題突然之間有咗新嘅角度，一啲困住你好耐嘅人際關係矛盾，你睇到第三條出路，因為你內在嘅信息場順暢咗，你對愛嘅反應同選擇自然就會變得更靈活、更有創意，唔再喺同一個模式底下選擇同一條路。喺可能性嘅層面，佢就係好似幫你嘅內在系統做一次深度優化同更新。當你內在嘅信息場趨向和諧，你自然會更容易吸引同埋創造出和諧嘅外在境遇。機會嚟嘅時候，你更容易捉得住。啱嘅人出現嘅時候，你好快就知道係佢。呢個就係共振嘅力量。好多人只係關注外在，而忽略咗我哋自身嘅信息生態系統。Time Waveform Home 提供嘅係一個嶄新嘅維度，去幫我哋優化呢一啲信息，一個深入根源嘅嘗試。佢會令到我哋知道，我哋唔單止係一副由骨骼、肌肉、物質構成嘅身體，我哋更加係一個充滿動態信息同萬事萬物連結嘅生命場。如果你對自己嘅生命有更深層嘅好奇，想探索身心問題背後嘅信息根源，或者單純係想幫自己內在嘅系統做一次調頻升級，歡迎你嚟了解多啲 Time Waveform Home。如果本身已經有 Time Waveform Home 嘅朋友，更加唔好錯過加入分析版呢個咁強大、咁重要嘅功能。可以 click 入去我影片下面嘅連結，聯絡我哋了解更多。